日聽到阿牧師所講係咪啊？我哋咧要點樣啊？有膽識，有盼望係嘛？咁咧我哋都覺得今日好多世事嘅變化，好多嘅事情咧都會令到我哋好喪膽。但係唯有我哋相信我哋嘅神，亦都相信佢係一位賜平安嘅神，我哋就唔需要膽怯。所以我哋今日第一首歌會同大家唱嘅係誰可賜平安？邊個可以賜平安呢？有平安喜樂喺我哋心裏邊呢？我哋一齊嚟到去分享呢首嘅福曲。春如夢，去如箭，青春過後難逆轉。苦追憶，嘆無言，人生哪得如初見。世事變化萬千，偷偷灑淚暗自憐，千聲喊呼喚救主，悲哭仰首問句天，萬金竟買不到平安與關愛憐。平安乃主所賜，於危難也不亂，願靠賴主看顧，解我痛苦憂煎，身心俱勞矣，願主手相牽。在現時保護，要常存信念，萬般恩惠，主愛是恩不斷，千般愛護，他愛已變面。神話在世上你們有苦難，但在我裏面有平安。所以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你們要知道主耶穌係一位大能嘅保護者，無論你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嘅處境，他都能夠與你一起。呼喚救主，變得愛主水蓮，萬金也買不到健康與歡笑面。平安乃主所賜，於危難也不亂，中病重
無間斷。萬般恩惠，主愛是恩不斷，千般愛護，他愛意綿綿。心裏是主已盡知。